天落的雨水，其实是查某人的目屎。向慧玲，月娘的目屎。你敢会知，雨水的由来，伊是月娘的目屎。只有真爱才知伊同在，思念伤深的所在。加入新东家向慧玲最新台语专辑《月娘的目屎》。豪记唱片，好记哦。大家好，您今麦收听的是绿色和平电台 FM 97.3，每礼拜六暗时9点，周末音乐颂。我是这个月的大来宾向慧玲，已经陪伴大家第3个礼拜喽。前2个礼拜呢，都有介绍最新专辑里面的歌曲或者给听，大家听了还喜欢吗？希望恁拢会介意，因为呢，这一次呢，公司呢是非常的看重这张专辑，然后呢，也非常用心的在制作这张专辑，为的呢，就是呢，能够让大家喜欢，然后呈现呢跟以往不一样的向慧玲。这次的主打歌呢，歌名叫做《月娘的目屎》。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有咧8点钟8点一到呢，要打开电视看连续剧的朋友呢，应对这首歌不陌生，因为呢，在3立的8点档《世间情》片尾曲呢，在看下集预告的时候，就会听到慧玲的这首新歌《月娘的目屎》。那这首歌呢，这次很特别，除了呢拍摄 MTV 以外呢，公司还特别大手笔哦，不惜重资呢请导演呢拍了一首这首歌的微电影，这在台语歌曲呢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举动哦。在我们公司呢算是第2个拍微电影的，所以呢很开心，然后也很感谢公司给慧玲这个机会。那微电影拍了，大家就不要忘了哦。既然导演这么用心写了这个脚本，然后请了这么多演员来演绎这个故事，大家就不要忘记呢上网去点阅，输入“月娘的目屎”呢，就能够看到这首歌的微电影。这首歌呢，故事呢描写的非常的感人，大家看了呢就知道呢这首歌想要描写的内容是什么。那除了看微电影之外呢，买专辑的朋友呢也会看到专辑的内页的最后一页呢，有一个来电答铃的下载，也别忘咯，喜欢哪一首歌曲呢？10首歌呢，通通都可以下载。朋友卡等个好的时阵，就可以听到慧玲的新歌哦。然后到了 KTV 也不要忘了，先把歌学好，到了 KTV 呢，就能够把慧玲的新歌点出来唱。那学会了之后呢，到外面活动的时候呢，遇到慧玲唱新歌的时候，我会把麦克风交给你们，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大合唱哦。这次呢，10首歌呢，曲风呢跟以往都不太一样，因为呢有很多朋友从我第1张专辑到现在呢已经10年了，那都是一直默默的支持我，当然呢每一张专辑也都有收藏。那仔细的听了这次的歌曲之后呢，就会发现呢，跟以往真的有很大的区别，很大的不同。但是呢，慧玲还是保有以前唱歌的那个特色，加入呢更新的元素，包括呢这次的歌曲呢，虽然呢是回到简单的旋律，但是呢，就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在学歌这一方面呢，学唱慧玲的歌曲，不要感觉那么的困难，因为以往的歌曲呢，可能比较高难度，技巧比较没那么好学，所以讲呢，就做朋友咧学歌时拢讲，哎哟，慧玲你的歌吼就好听啦，但是吼无介好学呢。所以呢，这次呢，公司有做了一些调整。
在这次专辑呢，也是呢请来很多大牌的制作人为我写了一些歌曲，但是呢旋律呢是大家呢听了2-3遍就会学起来，然后呢就能够朗朗上口，为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慧玲的歌曲呢在 KTV 当中呢一再一再的传唱。那赶紧呢要让大家学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叫做《月娘的目屎》，仔细听哦。情海，随着满地思念飘向天涯。无边的云海，是多情世界。真心的爱，有啥人会了解？是等待秋月来，等待分开的未来。情海，随着满天思念飘向天涯。无边的云海，是多情世界。真心的爱，有啥人会了解？情的所在，若问你敢会知，女人的心内总是痴情落情海。只有真爱才知不应该，上深的爱是等待秋月来，等待分开的未来。雨水的由来，伊是月娘的目屎。只有真爱才知伊藏在思念上深的所在。若问你敢会知，女人的心内总是痴情落情海。只有真爱才知不应该。上深的爱是等待秋月来，等待分开的未来。欢迎小邓来收听周末音乐颂，我是大来宾向慧玲。
拄则听到迄首歌呢，是要让大家学习的第一首歌，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三立8点档《世间情》的片尾曲《月娘的目屎》。如果刚刚听得不够呢，记得要上网再去点阅微电影，还有呢下载来电达铃，到 KTV 点歌都能够加深大家的印象哦。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因为这次公司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其实呢，平常呢除了唱歌以外呢，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去跑步。很多人都会觉得跑步好无聊哦，因为是一个人的运动，不像呢打球啊是可以2个人互动啊，然后很多朋友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跑步就很沉闷、很无聊、很单调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因为我从小时候的时候呢就有跑步的习惯。但是其实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对运动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的讨厌，因为我就冰端，我很懒得就是对于运动这件事情呢，就是缺乏兴趣。但是呢，后来我知道说，从我开始唱歌以后呢，我知道跑步呢对唱歌有很大的帮助。除了在肺活量方面呢，你若有固定呢，每天在跑步啊，然后呢，把那个肺活量给建立起来呢，在唱歌的时候呢，其实就会觉得，不会那么费力，然后唱起来也特别的轻松。除了在唱歌方面呢会有很大的帮助以外呢，当然呢对我们的身材维持也会有很大的帮助。虽然呢我是属于那种吃不胖的人，但是呢不小心呢身材也是呢会稍微小的发福。尤其呢现在呢又常去大陆那边演出呢，然后那边呢又每次去呢那边朋友都很热情，招待大鱼大肉啊，所以呢不小心呢就会有一点点体重上升。所以呢每天呢维持跑步的习惯呢，是能够让自己呢维持曼妙的身材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当然呢在跑步的同时呢，其实呢像我回到台南啊，然后乡下呢就是会有很多空旷的地方可以让自己去跑步。那我在跑步的同时呢，就会看看沿路的风景，然后呢就会想一些呢不管是事业上的事情啊，感情上的事情啊，很多事情呢你都会在这个时候呢做一个思考。因为平常的时候呢可能杂事太多，你没办法呢就认真去思考除了这些事以外的事情。那在跑步的时候呢，我就会让自己呢很放松，然后想一些平常不会去想的事情。当然呢在跑步当中呢就会得到很多的灵感，包括呢我也希望呢以后呢能够获得更多的灵感呢，能够把它运用在我的歌曲上面。希望呢以后呢能够自己尝试来创作，写一些可能会先从简单的写歌词开始啊，然后慢慢的进入到写曲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呢在自己的专辑里面呢，每次呢都是写制作人写给我每次都是唱制作人写给我的歌曲。当然呢写的不一定是自己的故事，那写的故事呢也只有写的那个老师他才会知道这首歌真正的背景是什么。那我也希望呢以后有一天呢有机会呢能够来写自己的故事，自己呢是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呢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让大家看到向慧玲的另外一面。除了唱歌以外呢，还可以来尝试创作的部分，请大家来期待咯。